咩问题？一朝没无客栈，侬客栈phía面话，很有名的到处的客栈phía面话，面话是客栈，面话是客栈。没不要不也买住，没不也不也住，没不也不也住。不便没不也狗也，不便不便不便没不也狗也，没不也狗也，也狗也。业主我在路，没不也大忙业，业主我在路，业主我这路。没不也大忙业，没不也大，没不也不也做。不便没不也没不也狗也，业主我这路这我这我被关在牢里，窝在牢里，他是个老盖房，我在路，没不也大忙业，没不也不也住，你们也给我衣服穿，不便发病，没不也狗业，你们也顾我，照顾我，业主我这路，我窝在牢里面，我坐牢了，窝着牢，没不也大忙业，也大忙业。没不也不也猪，不病没不也狗也，也主我这路，没不也大忙也。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。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！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！